原文再續嘅書接上一回啊，我會係個仔啊講古仔啊，我咧就小弟咧就喺上90年代末咧就開始參加工作嘅，第一份工作咧就係司機啊，茶可夫司機啊，開卜卜嘅，喺啲進口公司度做咧就負責接待啲貴賓啊，去食下飯啊，沖下涼啊，睇下電影咁嘅，大部分嘅貴賓咧都係香港嘅知識人士啊，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知道咧有位老細咧就同我嘅愛好係一樣嘅，而且佢咧就交遊廣闊啊，都有好多嗰啲練馬師啊、騎師啊同佢相當之熟嘅，呢個係一個傳聞啊。有個禮拜二嘅晚飯之後咧，終於忍唔住啊，問，喂，李總，聽晚有咩介紹啊？李總停一停，攞張報紙出嚟咧，指住一個號碼咧，同我講：呢個係摩出擊嘅馬嚟嘅。成晚咧食完飯之後咧，成晚都非常之興奮啊！摩拳擦掌啊，周生啊，約晒成群老友，食飯啊，卡拉 OK， 直落睇賽事啦，係咪？有幾個老友話：喂，掂唔掂嘅？我話呢啲梗係掂啦，有乜理由唔掂啊？係咪啊？有晒信息噶嘛，點會唔掂啫？賽事一開咧，都唔錯嘅隻馬咧，跟住喺唔錯嘅位置啊！直路咧打落一步都冇啊，嗌都冇得嗌，真係全部啞晒咁慘啦！點咧？第二日咧就起身啦，刷牙洗乾淨個面咧，繼續去做茶可夫司機咯，冇辦法啦。故事咧就未完嘅，因為咧咁嘅沉重嘅打擊咧，對個匹馬咧就印象深刻啦嚇。及後嘅賽事咧，一見佢出就先打個交叉落去先，每出一次咧就打交叉一次，交叉。結果就結塔塔啦！嗰隻馬及後咧連贏幾場就升上一班，真係好似我老友話齋，真係俾佢飆到咧眼淚水都飆埋。以上嘅經歷咧，我相信有啲馬迷都會有嘅，如果有咧，打喺我評論區啊。OK，拜拜。